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，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下再来到新北市树林，陪党内提名立法院参选人苏卡辉来走行程，拜访在地出名幼稚园，也有出名的庙宇。总统伫咧行程进前，先接受媒体访问，讲到韩国瑜经体公用国家机器侵犯到伊的隐私权，加以7000万买厝的消息，总统嘛甲韩国瑜的讲法，搁再好倒转去。 我觉得这个问题哦，说国家机器介入这个事情，讲这样的讲法确实是要有证据了哈。那大家不要忘了，前一阵子还有追踪器的问题，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哈。另外哦，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让社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哦？ 主要的就是说，在这段期间以来，甚至于在过去哦，他都一直以庶民的形象哈来展现自己的哈。那这样子的这件的事件跟庶民的形象是有些落差了哈。那至于我的财产，我从任公职以来，我都一直有申报，这个也都是社会知道的事情。 而且都是长期持有，如果您刚刚而且都有信托。如果您刚刚说就是跟庶民这个形象有落差，是哪个部分有落差？一个房价这样高的房子，确实不是一般的庶民可以负担得起。下一题有没有？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现在有传出最快下个礼拜4就要宣布蔡来日，请问是？ 真有其事。这一题答案还是一样，就是说我们会在最适合的时间提出最佳的组合。徐姐会接近。这个是谁说的？我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对。玉明。 总统想要请教一下，有国小的主任，然后他批评韩国瑜，可是现在被罚要写3000字的心得报告，总统怎么看？有这样的事，听起来怪怪的啊。这个批评蔡英文跟蔡英文政治的人很多，可是从来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现在的社会是民主社会了啊，其实就是连老师啊。 也是要有他一定的这个言论自由嘛，那这样的处罚听起来是，我是觉得不恰当。总统，请问一下，韩国瑜接到新竹的行程啊，因为他那个行程是没有门牌地址，所以他就擅自把民众的农庄的地址列入行程的宣传里面，就把它当做个地标，但是没有告知人家，让那个农庄的老板好像有点不太高兴，就是有点不尊重人家。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哈。那我知道或许韩市长想去不同的地方啊，去参访哦，去了解，但是对于在地的主人啊，确实是要有必要的尊重。还有问题吗？中的脸书有特别帮我们台湾的棒球来加油啊，昨天是有看比赛。 昨天比较忙一点，没有看比赛，但是我有看那个这个相关的那个即时新闻报道。好，好，谢谢。